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10，诗篇138篇30安尼讲：我求救的日，你就应我，鼓舞我，互我的心有快乐。三甲来祈祷，鼓舞阮，互阮的心有快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荣耀的主，全能的上帝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慈爱，带你所救赎的百姓；你用你的权能，带阮入你圣的所在。阮的上帝啊！阮平素倚靠你，求你保护阮的性命，拯救阮，互阮无见笑，因为阮倚靠你，主啊！因为你是阮所专心、所仰望的，主啊！善车人的心愿，你会听，你要壮因的胆，爱耳孔听因的祈求，主啊！阮内心的忧苦真多，阮求救的日，你就应阮，鼓舞阮，互阮的心有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